台中静宜大厦举办着耶诞点灯，同时来举行着义卖甲捐款，要来传送耶稣的爱，让世界更加温暖。为了迎接耶诞节，静宜大厦举办一年一摆的耶诞点灯活动，在众人的见证下，由校长甲各界贵宾做点灯，闪闪烁烁的灯光，和校园充满耶诞的气氛。我觉得感觉很特别，就是因为整个气氛都特别的好，然后看大家看到这种漂亮的东西，他们都会去拍照。我觉得今年很有圣诞的气氛，对，因为去年的话我没有看过那么盛大的圣诞点灯活动，很快乐啊，还有我们可以开始准备我们的心，准备过圣诞节这个很重要的节日。除了点灯以外，校方阁配合全台湾47间天主教学校，共同为柬埔寨马德旺和平之母小学进行义卖捐款活动。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同学把他的爱能够有一步一步的传给其他的人。校方嘛表示讲，今年是静宜大厦创校65周年，举办耶诞点灯感恩的活动，是希望讲，让这个世界更加温暖。